迎大家收睇5月2號嘅大新銀行金融市場快訊，我係大新銀行高級市場策略師莫凱欣。中美貿易戰升溫，加劇市場對美國經濟前景嘅憂慮。美匯指數4月延續跌勢，失守100關口。主要貨幣普遍上升，避險貨幣瑞郎及日元相對領先。美匯指數佔比最大嘅歐元亦都向上。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嘅不確定性，引發近期金融市場動盪，市場對美元及美國國債作為避險資產嘅信心有所動搖，中短線可能繼續不利美匯走向，有望繼續支持歐元表現。另一方面，近期中國同歐盟關係有緩和跡象，中國外交部話將會歡迎更多歐洲議會議員訪問中國。歐盟同中國早前亦都同意研究訂立中國電動車最低售價等。若果中歐關係修復，或者有助改善歐洲外貿表現。不過，歐洲央行官員亦都提到，中國出口貨可能會減價喺美國以外銷售，或者會為物價帶嚟下行壓力，可能影響歐洲央行嘅減息前景。歐元對美元中短線阻力位係2021年10月高位1.169。如果美元反彈，歐元對美元唔排除回調至4月10號低位1.094。